是我们的一个6合1项目，6合1的话是深圳市的一个福利救助综合服务中心，也是整个深圳市市政府重点投资的，花了40多个亿。对，里面就包含像有我们的康养啊，还有长沙医院啊，福利呀、福利服务以及医疗康养等等的一个多元设计涌入的话，对于西谷的房子就会租金来講的話，也會水漲船高房子也是保值更增值。另外還有一點，更多的人流入這裡，也會帶動這邊的商業發展。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啊！今期節目又嚟到咗我哋熟悉嘅木雲溪谷啦都係我哋好熟悉嘅周經理同大家打聲招呼先。Hello， 大家好。係啦，咁最近咧有觀眾朋友咧喺我哋頻道下低有留言啦，好想了解一下我哋距離樓盤最近嘅深圳嘅6合1項目啦，以及我哋嘅積滘城嗰個狀況嘅。咁啱好咧呢個售樓部就動咗塊牌喺呢度啦，我哋就好詳細嘅同大家去講講同我哋咧木雲溪谷最息息相關嘅呢個項目嘅一個詳情啦那我們介紹一下。好嘞，其中之一的話就是我們項目旁邊已經落成的2大建築啦，這個是我們的一個6合1項目。6合1的話是深圳市的一個福利救助綜合服務中心，也是整個深圳市市政府重點投資的，花了40多個億。對，裡面就包含像有我們的康養啊，還有長沙醫院啊，福利呀、福利服務以及醫療康養等等的一個多元設計啦。所以咧就叫6合1項目，因為咧呢一個建築咧就好明顯咧喺我哋8期所有樓棟望出嚟都望得到呢個建築嘅，好清楚。我們每一個客戶來看房都問了這個問題，究竟這一個是什麼東東這個就是深圳市的一個6合1項目，總投資40多個億。係啦。對，那接下來的話，其實我們項目旁邊還有一個非常大規模的，就是我們深圳市的指教園。這個指教園總體的一個規模的話，是佔地是132萬平，也就是比我們木雲西谷的總佔地還要大。仲要大即係我哋而家咧喺我哋1棟2棟啦，我哋中高層望得好清楚啦。咁有勾機喺度掘緊嘅嗰個黃泥土嗰個土地啊。咁點解要積滘園咧？因為將好多我哋嘅一個中大專院校咧，好多間學校都擺咗入去所以就個城咁樣嘅。對，就是我們紅色板塊的這個就是深圳市的指教園用地啦。它是包含3所職業技術學校其中之一的話就是我們的深圳的體育運動學校。體育學校。對。其次的話就是深圳的鵬程技師學院。鵬程。最後的話還有我們深圳市的指教園的一個第1職業技術學校。係啦仲有第1技職業技術學校。咁呢都係中專以及大專啦咁點解要喺呢度辦學咧？其實咧，我個人相信咧，同我嗰個地鐵開通係好有關係嘅。咁你市區咧，可能好難揾到咧啲咁新嘅地或者咁大忽地咧，去俾你砌好多學校出嚟啦。咁同時嘅話，呢度啱好咧係身為交界位啦，亦都係偏僻位，但係佢仲屬於深圳喎。但係咧，佢又好近我哋3號線嘅平地6聯站啊。咁我哋學生咧，出翻市區咧會比較方便。但係咧，對於我哋學校嚟講，個用地嘅成本咧會更加平嘅，咁更加方便。所以咧，我哋將幾個學校擺喺呢度。其實咧，類似嘅一個情況咧，都唔係話第一次喺呢度出現嘅啦。喺我哋深汕特別合作區嗰度亦都有個高中園嘅。深汕合作區有一個高中園，高中園開始也就10來分鐘。對那一邊的話，其實我記得有一個華潤的樓盤那裡深圳11區我以前去過嗰個樓盤咧喺深圳賣到成萬幾蚊，就係因為咧嗰個高中園喺附近仲有我哋嘅深汕高鐵。其實惠陽站隔離嗰個深汕高鐵咧，唔係去汕頭，唔係去汕尾，其實係去深汕特別合作區嘅。所以咧，咁為咗嗰度發展咧，就起咗個高中園啦，起咗好多我哋嘅一個保障性住房啦，亦都咧華潤喺咗嗰度投地，就落咗嗰個樓盤喺呢度。咁同時咧，亦都有嗰個深汕站，就係為咗我哋咧，就喺市區嗰啲返學嘅人咧，就扯啲人去嗰度返學再加埋嗰啲三甲煙就全部扯埋過去提升嗰度嘅一個經濟活躍度。咁同時嘅，咁呢一個樓盤都係呢一個樓盤咧就我哋本身自己咧都有自帶2所嘅學校啦咁包括埋咧我哋嘅新墟咧第2嘅中學啦，以及嘅話仲有我哋嘅一個華中師範大學附屬惠陽學校。咁呢2個咧就係屬於我哋惠州嘅學校啦咁如果嘅話諗啦。咁大棚人咧喺呢個6合1個項目，包括咧喺我哋嘅積滘園。如果我哋香港客戶買到呢度，對佢哋嚟講其實有乜好處咧？
首先哈，我们针对这个综合服务中心的话，里面是有涉及到康养养老医院等等的一个配套，对于我们平时是吧哈，对我们的一个健康的话可以保驾护航。另外，针对这个深圳市的执教员，因为最近的话，我们就发现福田罗浮过来的一些执教员的老师就会来这边看房、买房，所以说未来的话就会容纳这个学校是可以容纳接近4万。学生的，所以未来的教职员工也是5万人，那边就是4万人。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入的话，对于西谷的房子哈，就会租金来讲的话，也会水涨船高房子也是保值更增值。另外还有一点，更多的人流入这里，也会带动这边的商业发展，包括我们香港朋友如果来这边自己创业或者说开商铺对，开个茶餐厅，或者我们说那个商业街有一个香港老板是开了1700多平的一个那个休闲。台球室，所以說如果來這邊就業的話，就會帶動這邊的一個商業的一個配套，更蓬勃的發展。係啦，先有生意做啊嘛！你諗下咁多學生成4萬人，即係我哋無雲溪嗰個總人口真係5萬人左右，你就對咗成4萬人喺呢度，咁啊仲未計我哋6合1啦。咁你有人先有生意做，咁咧我哋嘅職教城咧最近嘅樓盤啊，大型樓盤就只有我哋呢度，都冇第二個。咁而家講真啊，呢邊嘅房屋嗰個租金貴，我記得咧90多平方那些直廳啊，你別說我們8期啊，8期都是自己住的。我說我們對面那些5期，我記得都要2000多塊錢的租金哦。是，基本上80多平能租到2600左右。係啦，2600左右啦，3房啦，包括埋你唔好話木雲溪谷啦，就算木雲左岸，你嘅租金嘅水平亦都係偏高嘅，因為佢近地鐵口啊嘛。是，加上這麼多老師來這裡就業的話，或者入住哈，就是我們的香港朋友的鄰居啊，群體素質會更高，以老師為鄰。冇錯啦，咁講真，你冇可能喺呢度心圍交界，你2000零蚊，你翻去龍崗租個2房咁搞笑嘅，呢度有個3房咁大嘅配套。因為講句唔好聽，你電雞10分鐘到可以上班嘅嚇，咁有乜可能唔揀呢度呢？咁你嗰個租金呢，我相信呢就會活躍度係會成交量亦都會去提升嘅。咁再加埋咧呢度本身亦都係有學校啦。咁對於我哋本身喺呢邊上班嗰啲職教員嘅老師啊，或者喺家長啊，係啦，或者喺6合1上班嘅啲職員嚟講嘅話，係一個好唔錯嘅選擇咯，因為已經係兜晒底嘅啦，佢嘅嗰個情況就非常之方便啦。咁再加埋嘅話，佢呢個6合1個項目咧，好搞笑嘅。我哋有啲睇樓嘅朋友話：喂，咁我買咗層樓喺呢度啦，到我7老80真係行唔喐，我可以去呢度養老嘅喎，咁樣真係得嘅，因為佢係有一個養老嘅一個服務喺晒入邊。不過咧，我就唔知嗰個收費如何，因為近排亦都係同一個客戶咁樣傾偈啦，佢就未諗住去邊度買樓，亦都係咧有關注到我哋呢個6合1嘅項目，因為佢真係有個養老嘅服務咧喺入邊嘅。咁講事實咧，呢度返大灣區養老嘅一個浪潮咧係越嚟越誇張嘅，越嚟越多人咧為咗自己去養老咧去諗好多嘢。咁包括埋講真呢度咧，就算係你買個8期嘅單位啦，你月供只不過係幾千蚊一個月，就可以買到你現樓啦。而家又帶埋裝修俾你，係咪？咁講真，你自己住亦都係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咁再加埋咧，我哋屋苑內部啦，咁而家又開通咗我哋嘅香港直通巴。係咁最近我哋有客戶咁樣坐翻嚟都話覺得好方便喎。是2個零鐘咁樣直接到由依家嗰個站點咧就改由為喺我哋嘅一個尖沙咀啦。尖沙咀就直接到蓮塘口岸啦，再翻到嚟就係2粒鐘左右，係好快嘅一個距離啦，就唔使話自己咁點頻頻撲撲，而且咧最重要係價錢，喺所有開通我哋直通巴屋苑入邊嘅話，木雲溪谷係最平嘅，僅係50蚊就可以喺呢一度出發，直達我哋嘅一個尖沙咀。咁你由羅湖口岸你坐地鐵去尖沙咀，你都40零蚊啦，呢度先50蚊嘅啫，真係好平嘅一個價錢。咁再加埋嘅話，而家咧本身開通咗我哋嘅一個公交車啦，去我哋嘅一個地鐵口去我哋嘅一個扶貧亦都好快，10零分鐘好方便。咁同時嘅話，我哋本身自己都有自帶嗰啲商業咁樣將呢個我哋嘅一個職教城同埋我哋6合1項目嗰個落成之後咧，我相信咧會更加多嘅朋友去關注我哋木雲溪谷呢邊。講真，木雲溪谷呢一個樓盤咧，喺呢一個片區依然係好硬嘅。其實很多香港客戶很好奇，為什麼
至今為止，這個二手樓好、一手樓好，這個樓盤那個價格會那麼硬呢？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其實歸根究底還是地理位置哈，再加上這個小區它自身的一個客戶群體，基本上都是屬於自住居多。那它就有住的需求。那如果說不是全是空置房的話，其實它的價格還是比較保值的，就抗跌。其實市面上很多樓盤可能都去到7、8千、8、9千，對吧？為什麼慕雲溪谷一直還是在1萬以上？對，就是而且還能賣到整個惠陽的一個住宅銷量的 top one， 其實還是有原因的。真係有喎，唔係假嘅喎，上半年真係 top one 嚟嘅。因為你哋咧本身就係主打咧係家庭用戶啦、大面積啦嚇，仲有咧面對嘅係深圳客戶群體啦，而家香港客戶群體咧越嚟越多啦。咁啊個地理位置真係完全黐埋深圍邊界，好方便嚇。咁啊仲有嘅話都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因素環境。咁點解人哋嗰個六合一項目咧就 hold 住你呢塊地咧？就係因為你嘅牧雲溪谷嘅環境做得好啊！你內園啊，你又有我哋嘅一個湖景喺度。咁對於我哋嘅一個向康養為主題，你嘅空氣質素一定係唔可以差。你一差嘅話，人哋就唔會喺呢度搞噶。咁啊，再加埋咧，其實我哋呢兩嚿地後邊啊，仲有一個低碳城嘅。低碳城其實都係好多人去關注嘅一個重點嚟嘅。咁啊，包括埋咧我哋嘅深衛城軌啊，其實最後那個站啊，平地站啊，嚟我們樓盤只需要15分鐘。對，超近。係啦，好快嘅。咁啊，嗰個片區就係低碳城啦。咁啊，深圳市咧將好多比較環保、綠色、低碳嘅主題嘅一啲企業啦，就全部懟咗過去，就非常之方便嘅。咁啊，平地站真係出嚟咧就15分鐘，好快嘅一個距離。以後咧就可以坐翻我哋嘅2027年啦。咁啊，深衛城軌就直接去到西麗站，再去深圳灣，係好快嘅一個距離，好方便嘅。OK， 咁啊，仲有咧我哋嘅一個惠陽嘅第二人民醫院，這個其實我們醫療方面也很多香港客戶去關注。惠陽第二人民醫院啦，我上次去看了一下，好新，準備開業啦，應該全新的準備投入啦，係啦，已經建成啦。咁我哋屋苑範圍出發10分鐘車程，可以去到2個大型醫院，一就係啱先我哋去講嗰個惠陽第二人民醫院，仲有一個本身就已經現成嘅，喺我哋嘅富平地鐵口同埋我哋嘅平地綠聯地鐵口中間嘅，我哋叫做龍崗區第6人民醫院，係3甲醫院嚟嘅，好方便嘅。是醫療保障這一塊的話，完全不用擔心。所以咧簡單講嗰句，呢個屋苑咧點解咁硬嗱？第一有學校，咁啊第二啦又近深圳，交通配套就成熟。第三咧就係我哋嘅一個環境啦。咁啊第四咧本身佢哋嘅戶型係做得比較唔錯嘅，你實用率係好大嘅，因為佢哋公司開發嘅無論係慕雲左岸啦，慕雲溪谷好啦，佢嗰個期數嗰啲飄台都可以駁嘅。咁實際送俾客戶嗰個面積係好誇張，就攞佢哋嘅8期旭新郡嚟講，你96平方米，你嘅樓底3.1米係最高嘅，咁你嘅露台係6.5米，係好長嘅一個距離啦，再加埋開間係3.7米嘅，咁呢啲數據咧亦都係深入民心啦。仲有最重要嘅，你個露台可以直望到深圳，呢個咧係成個惠州唔係好多個樓盤可以做得到，目前就真係你哋樓盤可以做得到咁清楚，可以望到龍崗，而且嘅話佢1、2、3棟呢3個棟數嘅好高嘅樓層啊，咁啊我哋嘅一個03啦、01啦以及02嘅單位係好清楚可以望到福田區嘅平安金融大廈，係冇第二個屋苑去做得到。我亦都係講過好多次，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可以查翻之前嗰啲片去碌一碌嘅，好清楚嘅。咁啊當然啦，呢一邊嘅話個魅力係不僅如此嘅。咁啊好多地方咧可以去發掘嘅。咁啊都係講嗰句。可以看房的時候，我們慢慢看的嘛，可以是不是？加上移動加推啦。係啦，冇錯，一共加推，而且咧最近咧壓軸的係啦，再加埋佢條價錢，而家12000幾可以買得到喎，所以我哋即刻嚟拍咗啊，又價錢抵咗好多，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咧過嚟參觀一下，好冇？咁我哋今期節目咧亦都拍得差唔多，主要係講咗我哋嘅6合1項目啦，以及我哋嘅一個職教員嘅一個情況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多關注慕雲溪谷，對我哋港人購買咧亦都係比較有幫助嘅一個事情，好冇？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先到呢度啦，下期再見，拜拜。